后来乡亲啊，目一个年，就要到农历的7月，因为有疫情咧扰乱，这个中原普渡要办唔办是正咧讨论。有一寡宫庙是规期来甲取消，台中乌日的玉溪调人宫，甲大理溪的福兴宫，是配合着政府防疫的规范，缩小规模来举办，而且嘛无要开放予信众来参与，希望伫咧严守着防疫规范的状况下，或者民间的信仰会当传承落去。 广场普渡用品已经摆好啊！这是当年中原普渡会伫大理福兴宫看到的画面。因为今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，福兴宫配合政府防疫规范，缩小中原普渡的规模，希望讲为地方求平安。咱等于当年拢请这好兄弟来，咱咧请人家，今年无，感觉真奇怪。所以伫妈祖婆面头前，咱也请示吼，用讲的道吼。 规划要举办中原普渡，也有乌日玉缺调人宫，永年有1500道的普渡道。今年拍算500道，无要开放民众参加。每人用一个心来拜，供应较在众生，互大家事事吉祥。莫超过10个人吼，咱就是法师甲遮个必要的人员吼，来希望替咱遮个民众来办理。 互大家安心。有一个宫庙有取消中原的普渡，若要办的宫庙，嘛遵守防疫规范，施教这普渡的物资，庙方会送予弱势家庭，还是社会机构，传达信众布施的心意。